最尾再个来问一下，该系讲，你讲家暴事件该精神赔偿，然后系讲违反贞操义务，安样给问题没轻松要。因为结婚哦，讲法我是从墙外走到墙内，红毯，哎嘛，所以讲，跳结婚之间是游戏规则。你既然在墙内之后，就不要往墙外去跑哦。对好，刘律师的形容很好哦，大家从墙内跳到墙外跳到墙内。是来讲，在墙内一下就要到这里，这样子违反了贞操的义务了，你就要处罚咯，然后请求这个要赔偿咯。是种结婚就要迁就叫和家庭和谐，所以讲亲和是莫春秋打对方。做唔得，做唔得。当然，你亲和个还个莫讲那种 joy 啊，来骂对方，对嘛？莫就安尼就家暴的行为，家暴唔係講呢用暴力，然後呢家暴呢，口頭上的咩是精神，係咪就算家暴呢？所以安尼婚前協議書上寫緊哦，安尼結婚以後哦，大家心中有乜問題，大家好好的參詳，係嘛？係嘛？為了不管為了誰呢，但係大家做錯了個談，慢慢講。因為咋，車隊總在寫到啲唔對。愛啲，該係乜解咧？該是係做唔得做啲唔到下講，係講你用因，還是讓你離婚，也做唔得下落去。這種是唔得下落去。原則上契約是所有兩沙結婚以後的事情總係實下的，但是一點做唔得下，離婚某個條件之下，兩沙要離婚是唔得，因為你按法律規定結婚。那目的是希望個樣啊，愛守偕老，係嘛？長長久久。所以是唔得寫地表講某個情形之下，兩啥是離婚是唔得的。離婚用法院來個樣做決定，是唔得用離婚來做個婚前契約前提。你用特別等太監。係冇咁錯，因為睇家冇爸到講，哎呀，婚前契約係一種當好嘅溝通嘅方式，但結果寫係實是最尾條是寫講，係講你用因虐待係講精神虐待啊，口頭嘅一種精神暴力，愛用是離婚，愛用其實係冇解法律嘅效力。